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中原地產阿 Ben，今日為大家介紹凱旋門映月閣一個實用面積970尺嘅三房一套加工人套嘅單位，請大家跟我嚟睇睇。進入大門嘅左手邊係廚房，仲有工人套房。客飯廳、特高樓底、我哋睇睇露台外面嘅景觀。浴室、我哋睇睇第一間嘅睡房。第二間睡房，主人套廁。主人套房，如果閣下對呢個單位有興趣嘅話，歡迎聯絡我睇單位啊！